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。上一集同大家傾咗系統嘅重要性，仲話俾大家知道，如果手上冇系統，就只能疲於奔命。今日呢一集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觀念：真正嘅轉身，除咗明白儲錢同系統之外，仲要明白我哋唔係要賺更多錢，而係要退出時間換錢呢個死循環。呢個觀念可能會打破你以往對努力就有收穫嘅認知，但正正係呢種打破，先至可以帶自己走向有真正嘅選擇權。如果大家對以下內容有任何睇法，歡迎留言分享。入主題之前，老規矩，記住幫我按個 like 訂閱頻道，開埋隔離小鐘仔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一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啦。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賬戶，不妨可以望下面資訊欄嘅資料。另外，我自己係另一個平台有自己付費會員頻道，主要分享我自己操作同埋心得資料，同樣係資訊欄。如果有意加入，都只係一杯咖啡仔價錢，希望得到大家幫手支持啊！好啊，我哋入內容部分啊。好多人一講到改變，腦袋入邊第一個畫面永遠係賺更多、擁有更高嘅人工、更快嘅升職，將時間盡量壓縮到極致，嚟換取一個睇落更靚嘅數字。但真正嘅問題係，如果你一長時間停低咗，一切係咪會立刻歸零先？因為真正嘅轉身從來唔係你可以呢刻賺到幾高嘅收入，而係有一日就算你唔出力，收入依然會發生。身在喺時間換錢嘅世界入邊，我哋永遠會被綁住，因為我一出力，錢就嚟；我一停低，收入就斷。不論自己多努力、多專業、多有責任感，本質上都係出力，只不過係出力嘅力度大細之差。呢個亦解釋到高人工嘅朋友仔會多比一般普通收入嘅朋友更焦慮，唔係佢哋唔夠好，而係佢哋心中好清楚呢一切美好離唔開。假如自己身體出狀況，狀態一下滑，工作環境改變，整個人生美好結構就會開始有鬆動改變，甚至會有瞬間崩塌嘅可能性。因此，我哋要做到真正改變嘅關鍵，唔係要自己今日多努力多少次，而係要建立一種努力可以被留低嘅系統。曾經自己做過嘅事情，要確保努力後嘅結果會一再發生。冇得複製嘅努力永遠係一次性消耗，可以複製嘅努力先至會被時間放大。當我哋開始明白咗退出時間換錢呢種模式之後，人生節奏就會徹底改變。我哋未必急於去捉緊每一個機會，亦未必有短期壓力而急於做決定。事實上唔係自己變懶咗，而係我哋明白，終於唔使一世都綁喺低效率努力方式身上。總結講到尾，儲錢只能保命，系統先至可以改命。儲錢係好重要，起碼唔會當一出事就不知所措。但如果自己人生只有儲錢為一出路，我哋往後人生最多只能夠自己撐住所有不確定性事情。大多數打工朋友用一世時間都喺度做同一件事，就係用今日嘅體力換今日嘅收入，用今年嘅努力撐過今年嘅風險。我哋唔係唔努力，而係知道都未必可以有改變。真正拉開人與人之間差距嘅，除咗早意識到努力方式之外，仲需要用行動力嚟決定。知道唔做等於冇做，知道嘗試做少少等於有做。最後同大家分享一個簡單嘅練習，3個步驟幫自己從儲錢腦袋轉向系統腦袋。第一，檢查你現有收入來源，問問自己呢刻嘅收入有多少係唔靠今日出力而產生嘅。如果答案幾乎係0，首先呢個唔係你錯，而只係代表你仲未開始建立系統。第二，尋找你人生中可以重複嘅一件事。建立系統永遠都會由你本身熟悉嘅事情做開始，會比較容易。第三，設定一個目標，未來12個月嘗試建立，唔要求大，唔要求快，只求穩定可重複，盡量利用時間慢慢建立第一個屬於你嘅強大僕人。好啦，以上話題如果對你哋有幫助，記住按個 like 同訂閱頻道啦。同埋可以分享俾自己身邊嘅朋友聽啊！今日影片就到此為止，多謝大家收聽，下一條影片我哋再見面。